嗯。对哦，迄工内顶减2分花。你会当看到我这边这后壁有 CD 无？无，我刚才看到你的neck带。好安尼哦，安尼呢？哦，有哦，安尼有较清楚。你即摆伫倒？我即摆调工伫我的礼拜堂内底呢。哦。下骹吼，拢无空位呢，下骹吼拢天晒一里啊。哦。咁恁共款啦。安尼时间就要到啦吼。我小可甲咱的听书单小，互咱看一下吼。咱就要来进一步安尼吼。连伊咱的 PowerPoint 拢会照这个次序来进行安尼吼。咱太平洋中会迄个干事有加入啊吼。请按暂停，摄影机声音关闭。声音我要关起来啊吼。OK。请咱需要讲话家己开。咱请迄个David 带咱来会前的祈祷。大家主咱也在平安。咱今仔日真欢喜，咱来当做伙来三角敬拜，咱来当来举行李真的牧师的就任典礼。请咱即时来当心做祈祷。特别阮的上帝，阮即时要来调见你，特别上帝，我带着阮紧张、就惊吓的心。主啊，求你减轻阮的重担。主啊，阮带着阮的烦恼、阮忧闷的心。主，恳求你的圣神来安慰阮。主啊，阮带着阮的过失，带着阮无清气的心，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你即时清气阮每一人的心。主啊，求你陪伴阮心。主啊，求你谦卑阮每一个人，阮的即时用强强的心来敬拜你，来领受主你的话。特别上帝，阮今日敬拜，对头到尾，求主一切带领阮一切，拢会当来得到主你赏赐阮的平安，赏赐的快乐。祈祷一切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心来求。阿门。咱即时咱开始，咱来敬拜。好。
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赞对倒落来，我的帮赞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叫咱做伙来吟圣诗342首，342首，伫主听堂内面。第342首，伫主听堂内面。请赵经小牧师从咱来祈祷。请人甘心伫主的面前来感谢，阮伫天顶的爸，阮的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一切主宰。感谢你创造整个宇宙甲这个水的世界。当是当阮犯罪离开你、背叛你的时，你无放杀阮。你找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伫阮的中间，成就奇妙的救恩。上时，伫耶稣基督离开世间，倒转去天父遐，无离开阮，找派圣神伫阮的中间，起造上帝的殿，起造教会，互见呐，我靠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正做阿爸爸上帝的囝儿，会通组织伫教会内面。敬拜、服侍，搁来成就阿爸爸上帝所交代的事工，要来完成耶稣基督所爱阮做的事。为咱的阮有教会，也感谢你拣调你所重用的人，伫无共款的所在，伫无共款的地方，无伫共款的时间来服侍主。也感谢主设立牧者来治理、帮赞。扶持你的教会，愿感谢你，互信友教会伫今仔日会通甲因所竞选、所听主你所差派的牧者，你任何牧师甲牧师娘全家斗阵做伙，伫信友教会伫加州的所在，要服侍主。
愿伫这所在用快乐的心，用敬畏的神，伫你的面前自执，也毋望通过这个敬拜来设立李牧师正式成做新友教会的牧者。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甲祝福！你有教会有牧者，你有也互牧者有教会，这是主你所奇妙赏赐的听。愿伫遮要恳求圣神，诚做开力来引带帮赞李牧师甲牧师娘，互因斗阵伫你的面前服侍教会，也引带教会做好的牧者，也养饲这羊群，会通更较勇壮，斗阵做伙伫因所徛起的所在来做荣光你的事。特别求你帮赞，阮在甘关有真侪教会。总是主，你特别互信友教会伫迄个所在斗阵要荣光你，愿主你的手无离开因，愿你的阳光甲因同在，愿圣神成做因的气力，成做因的智慧，特别帮助牧师有对顶面来圣神特别的恩膏，甲因带伫因的生命内面，通过因来养饲、扶持、帮助，也互教会毋但勇壮来见证耶稣基督。也互福音伫这个教会内面大大兴旺，来荣光你的性命。阮今仔日伫这所在组织，虽然阮伫无共款的所在，总是阮有共款的心，就是要伫你的面前学乐你、敬拜你，也求主祝福，带领一切的聚会拢平安顺遂，要来荣光你。愿主引带，甲主感恩，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就是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新的界面，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圣经节。是记载伫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和第10节。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第10节。独独恁是竞选的族，是王，也是祭司，是圣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互恁传播迄个调恁出黑暗入以美妙的光耶的好德，恁前毋是百姓，但是上帝的百姓。前无受怜悯，但有得到怜悯。彼得前书2章9节到10节。但是你们是蒙拣选的种族，是王家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上帝选召你们离开黑暗，进入他辉煌的光明，来宣扬他奇妙的作为。从前你们不是上帝的子民，现在是他的子民。从前没有得到上帝的怜悯，现在已经得到他的怜悯。阿们。咱来用下骹时间来交互所OK， 所谓的牧师，伊要讲题目是2020新世代新使命。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我有这个机会透过网络伫遮甲兄弟姊妹三甲聚会三甲见面，特别三甲分享上帝伊对咱特别的提醒。咱知影伫过去2礼拜前咱拢有做伙伫遮来侍奉伫这个国外这时我想这个是大概伫
伫世界教会历史的内面，第一遍主的国活，甲顶咧2礼拜前，咱庆祝国活节时，有一个小共款的，就是遐个初代教会啊，特别耶稣基督学生，跟第一遍耶稣国活的时，因拢闭条的伫家己的厝。我想咱伫2礼拜前，咱面对的也是共款的情景，就是咱无去到伫咱叫做聚会的所在，大家关伫家己的厝，总是咱游玩伫遐咧庆祝、咧纪念主耶稣基督为着世间、为着教会所做的事，所以咱看会出来，第一个这个国活节叫做空的坟墓，伫2礼拜前。咱嘛经验到一个叫做空的拜堂，这是一个全新的世代。伫2020年今年，我相信真侪人无法度预测，嘛唔知影伫年初时，咱会当面对这个遮尔严重的这个疫情武汉的肺炎的这个病毒。咱讲 COVID-19， 到今仔日为止，咱犹原咧面对这款疫情的这个威胁。总是兄弟姊妹伫这个疫情的内面，所有人拢咧担心、咧烦恼的，就是疫情当时要结束，疫情当时要伫咱会当搁倒转去到恁原来的这个生活。特别教会拢咧想，什么时阵会当转去咱家己的叫做拜堂。伫遐来敬拜，伫这个恐慌的内面，牧师特别爱甲大家三甲提醒，咱做第时阵拢讲，若无消息就是好消息。我记我细汉离开家庭，若拢无代志，袂敲电话转去厝，袂互厝的人知影咱的情形。所以厝的人即马咱都惯势，若是拢无电话，无什么但写批来分享的是，大概是无代志，无代志呢，就是叫做平安。所以咱真侪人拢会讲，什么叫做平安，就是若无代志，叫做平安。但兄弟姊妹，事实上，咱知影伫咱的生活的内面，基督徒的生活，特别耶稣基督，互咱清楚的苦难，也是受苦，是教会，是相信跟对耶稣基督的人一定会面对的。任何一个信徒，任何一个教会，咱若伫咱的生命内面，只有讲平安的时，也是讲无代志的平安，无任何的受苦甲艰难。我想这个毋是耶稣基督爱咱的，所以伫这边的这个 COVID-19 的疫情，足侪人，不管是伫教会内面，还是伫教会外口，不管是跟对耶稣基督基督徒，拢犹原咧问一个问题，就是讲是安怎遮个代志发生？上帝是安怎容忍遮尔大的疫情，或遮尔侪人来失去因的生命？甚至到伫今仔日，咱伫遮主集的时，咱嘛犹原咧想，什么时阵这个疫情会当结束？然后佫刷落去，大家国家全世界所咧面对的经济对各方面的影响，到底佫是啥物？兄弟姊妹，诚做耶稣基督学生的人，咱犹原咧想一项。就是因为歹消息、好消息才有路用。长期伫北美甲台湾人的教会三甲做伙，我一直咧发觉一项事，就是咱台湾即群的基督徒是一群上受祝福的一群。伫咱的经济、伫咱的即个生活各方面，咱拢算是受祝福的。但是咱嘛清楚，足侪时阵，咱咧甲大家讲福音的时，当人无歹消息的时，咱认为好消息对因来讲完全是无什么作用的，甚至因袂意爱，甚至真侪时阵咱嘛唔知影，嘛袂记得到底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啥物。咱佫一遍倒来三甲想的，就是耶稣基督福音，就是爱人离开迄个家己当作是，也是我用佫较白话来讲，就是家己假熬迄款的人生。然后进入互上帝来掌管，靠着圣神活出主的真道。这个是耶稣基督福音。咱讲的福音，毋是讲
你就来信耶稣，你就来教会，然后这个代志拢会无去。你就来信耶稣，所以病毒就袂临到伫你的身上。亲爱的姊妹，耶稣基督福音，搁一遍提醒咱，是人都要离开迄个家己感觉我有法度掌权迄款的人生，互上帝来掌权，互圣神来做工。咱知影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然后伊开始出来传道的时，伫伊一生的中间，伊在意的只有一项事，就是伊要宣讲上帝的国，也是咱讲天国的这款的道理。所以伫马可福音第1章的15节，我用另外一个翻译讲，时机已经成熟啊，逐项代志拢准备好啊，上帝的主权得要实现，恁就要检讨家己的人生的规划，通互恁来顺探上帝提供美好的机会。但是即摆咱伫即个疫情的中间，咱无法度转去到伫叫做礼拜堂，咱真熟悉迄个聚会的所在。忽然间，咱无法度对咱的生命会当安怎奖励？伫即边疫情的中间，咱嘛看见一项事，你有搁较低钱，你有搁较尖端的即个科技，你嘛是无法度通掌管迄个病毒要安怎继续来摊开。今仔大家只有拢咧想讲，当时要开放，佮会当转去开始有商业的行为，互人的即个百姓会当有一个自由的方式。大家嘛是无法度掌管，但是咱相信的，耶稣基督今仔日讲的，当人要用家己的方式来奖励所有一切时，耶稣基督提醒咱，咱得要活转，咱得要悔改到伫上帝面前。上帝今仔提供教会，提供这个世界有一个足好的机会，互咱互伊来掌管咱的生命。咱知影伫即款的困难惊吓的时，咱真正拢足惊。当时病毒会当会侵犯到咱的生命，咱出去咱就戴即个戴即个 mask 咱有真侪人讲就出去就清洁灯就清洁哭洗手，人洗甲手强要烂去皮肤拢有反应。大家拢惊吓，因为咱看袂到迄个病毒伫倒位。对耶稣基督等于甲伊学生三甲做伙时伊嘛知影人的惊吓，特别咧面对生活内面的即款的冲击，要食啥物，要穿啥物，要用啥物，面对明仔载咱毋知影要安怎的时，耶稣基督对伊学生以往共款倒转来，甲因提醒讲，咱得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以至伊的实现。当然，另外下本的翻译就讲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讲遮的物件拢要送互恁，所以毋通为着要食啥物，为着明仔载来操烦，明仔载代志，明仔载才来操烦，伊自己的艰苦自己当就会使。而且提醒咱，诚做耶稣基督学生，咱讲咱咧军队医，咱诚做基督徒，咱真爱在意的，是毋是也是耶稣基督在意的？就先追求上帝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咱的烦恼，事实上就是因为咱敢若看重咱今仔日伫咱的生活，伫咱的生命，咱明仔载要安怎？咱将迄个焦点只有放伫咱家己，放伫咱的周围。有可能今仔日咱伫加州，伫南加州，特别伫咱的教会台湾人即个团体中间，咱真少听到有人因为即个病毒互因造成真侪死死者的事，所以咱感觉迄离咱有一点远。但是今仔日亲像伫张牧师伫纽约因的所在，我想迄个是不离接近的事。不管咱是伫加州，咱是伫纽约，其实咱拢知影，耶稣基督伊上在意的，伊知影伫咱忧闷的时，只有将迄个焦点放倒来，是追求上帝的主权甲伊的旨意。要问咱一句，就是到底教会是啥物？当咱礼拜日无法度转去叫做教会去聚会时，今仔咱三甲透过网络直接叫做主日的崇拜，这个敢毋是教会吗？这个依然是教会，因为教会重要的是啥物？咱今仔日三甲爱彼此倒转来思考。
伫2020年一个新的世代，因为这个疫情所造成咱上帝爱互咱教会爱去思考教会到底是啥物。有真侪人拢咧讲要知影一个教会有成长，大概有当3项的物件来看。咱称作是教会 ABC。第一个 A 就是 attendance， 礼拜到底有偌济人？多些时阵，阮做牧者的人，还是咱兄弟姊妹拢问问题，讲恁教会偌大？咱就讲大，咱就是提供礼拜去做礼拜偌济30个、50个、500个。我若听到讲吼，这教会若是5000个5万个，咱讲哇，这教会叫做啥？成长的教会，这个大教会。因为咱将礼拜组织伫礼拜堂内面的人，甲当做迄个是教会的这个成长的一个指标。当然，迄是，但是我想迄毋是唯一的。第二项就是感觉爱有一个 building， 咱有一个建筑物。感谢上帝，互信友教有家己的所在。但是你甲想象啦，今仔日咱无一个叫做礼拜的所在，咱称作教会。咱多些时阵，咱拢将咱的建筑物当作是教会的代表。做牧师的人定讲，我要来去教会，你来教会找我。实际上，若拜一牧师家己去迄个教会的建筑物，迄个所在牧师一个人伫遐猜，迄毋是教会，因为教会是一群的人，上帝所救赎的人三甲做伙。当然第三，咱知迄个词叫做 cash， 咱讲咱的奉献收入到底有偌济？今日教会有存一寡钱，咱讲这个教会是袂歹的教会。但是你要当你看这的时，伫今仔日这边的疫情的中间，咱今仔日也无伫礼拜堂聚会，咱聚会人数随上，兄弟姊妹听这个李牧师咧分享是比咱以前会当3甲伫礼拜堂聚集的人佫较济。我相信今仔日也有真侪人透过这个网络的机会，伫遮3甲聚集。咱无伫教会建筑物的内面，咱又安尼敬拜。当有人开始担心这边的疫情了后，可能奉献的收入会减少。但兄弟姊妹，咱倒转来想，教会今仔日到底是啥物？我说今仔日特别要对彼得前书来甲大家3甲分享，教会到底是啥物？上帝透过启示彼得，这个伫长期的早期的教会上重要的一个门徒。去做教会的人，一个长老，一个门徒，伊安怎来教示？咱知彼得写作的背景，拢知影，彼得是写批，互上帝所选调的人，因为遐人散居伫逐所在。今仔日咱共款，咱的聚会，咱毋是咧聚会，咱今仔是散伫逐个所在，伫遐咧聚会。这个是教会，因为彼得写批，互因的时，有愿提醒因，上帝。因伫遮真清楚来看见这个事，所以第一项要甲大家3甲分享，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一群受拣选、受起造的生命，伊毋是建筑物，伊毋是遐叫做数目，伊毋是遐叫做金钱有偌济，是迄群受拣选、受起造的生命。所以咱来清楚这个事，像彼得写批或者个散居伫逐所在，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是叫做信徒的时，伊真清楚甲因讲，彼得前书第1章的第20节讲，恁受拣选是照上帝有定的旨意，也是对圣神诚做圣洁，通顺服耶稣基督，佮对伊的话来得到洁净，愿上帝丰丰富富赏赐恁恩典甲平安。今日咱需要上帝的平安，但是这个平安是因为咱知影，咱是受伊的拣选，是上帝已经早就备办好势的旨意。佮一项提醒兄弟姊妹，今日咱来讲，亲像保罗称当时的教会的这信徒叫做圣徒，我常常咧问真济咱的教会兄弟姊妹，讲认为你若是圣徒的人举手。开始第一遍问的时大家拢唔敢举手，讲唔通啦，牧师你讲这阮无够圣啊。但是你若看这个所在时，咱拢知咱真最圣，是因为对圣神、对上帝的灵，透过伊的改变，互咱真最圣洁，
分别咱出来，安尼咱通顺服耶稣基督，佮通透过伊的话来得到洁净。因为安尼，所以上帝丰丰富富会将伊稳定甲平安赏赐互咱。咱知影当彼得继续写批，伊伫遐来提醒即群已经受呼召、受竞选的即群的性命的时，伊特别知影即群的人伊的行为要有改变。咱真侪时阵拢认为讲信主咱就是为着有一天咱若安怎的时，咱来去上帝天堂的所在。对耶稣基督的学生来看，对彼得伊讲，重要的是伫咱的生命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个开始就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伫咱的生命内面反映出来。伊讲，所以你着弃杀一切的诡诈、假好、嫉妒，甲一切诽谤，就亲像拄啊出世的婴仔，真爱顺的属灵的呢，互恁会当成长到着成熟，因为恁已经有担着主的仁慈。兄弟姊妹，咱信耶稣基督，咱透过伊的话，咱得到拯救；咱透过圣神，咱才做圣洁的一群。咱分别出来是要有上帝爱咱，爱伊的教会，有一个特别伊的积分。咱若担着主的仁慈，你会做意爱，就是迄个纯属灵的呢，遐会来引起咱的生命，所以当成长，咱会当成熟。彼得伊清楚这事，伊阁继续安尼讲，恁着亲近主，因为伊是活石，虽然互人弃杀，毋过受上帝竞选看作宝贝。恁嘛着做活石，互上帝用来做起造属灵的殿，阁做圣洁的祭司，通过耶稣基督献上帝所欢喜属灵的祭物。兄弟姊妹，教会即群受竞选的人，咱有一个大的积分，就是咱要起造属灵的殿，毋是要起造一个叫做有形的即个建筑物。我定定咧讲，阮遮做牧师的人，特别今仔日是恁个牧师就任伫即个所在。做牧师的人若去到一个教会，伫新人院的时，我老师拢甲阮讲，若是教会会友要害你，就是叫伊去建堂。伊伫建堂的中间就会出一寡代志。但是咱知影，咱毋是干那咧建一个叫做礼拜堂。这礼拜堂的用意嘛，是为着要起造咱一个属灵的殿。当保罗写批互哥林多的教会，伫哥林多前书第3章，伊真清楚讲，伊讲恁敢袂记一项事实，就是恁就是上帝所起造的殿，上帝的灵占伫恁的中间。兄弟姊妹，今仔日咱虽然分散伫逐所在，咱透过网络伫遮组织，咱咧起造一个属灵的殿。这项的事实，伫今仔日这款的情景，搁互咱真正会当去经验。但是起造这个属灵的殿，伫上帝的殿的内面，咱若搁倒转去回想，伫早期的这以色列百姓的时，伫圣殿有敬拜，有献祭，有需要的时有一寡祭司，因分别出来侍奉。咱今仔也有共款，上帝呼召咱成做伊的教会，咱领受耶稣基督福音，所以咱要起造做伙来起造这个属灵的殿，咱要做圣洁的祭司。第二项，当咱咧讲去教会时，咱毋通袂记住，咱来确认教会上帝对咱的呼召，甲互咱的使命。也是讲，当咱要知影咱上帝对咱的呼召的时，咱来清楚咱的身份甲咱的职分。我真爱一段话，伫彼得前书第2章第2章的第9节。咁则咱会当做伙看咱的荧幕会当做伙来读这段话，我感觉真重要。这个表明教会兄弟姊妹咱的身份、咱的职分、咱的呼召。彼得安尼讲毋过恁咧，恁是受敬的宗族、王家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互恁通宣扬上帝的作为，对上帝调恁出黑暗，来入这个灿烂的光明。上帝呼召咱，
上帝爱咱诚做叫做王家的祭司。有真侪人读这个话时，台湾话我感觉真特别。你若甲同做王家的祭司，就有一点仔怪怪。意思就是讲你若姓王的，就是；你若毋是姓王的，就毋是。我定来想到这事，做这姓王的人袂歹，所以咱哋姊妹伊咧讲这个什么意思？所以讲咱若清楚上帝伊特别彼得伊咧写这段话时，伊想到是啥物？伊讲教会，咱这群人，上帝拣选咱，咱毋是敢若普通的祭司尔，咱是属基督，这个最王的弥赛亚的祭司，这个教会祭司。其实咱来倒转去，伫旧约的所在，当遮以色列百姓，互摩西带出去离开埃及，然后到伫旷野，然后伊自集因。然后上帝要颁布因这改名的时，伫出来记第19章的第40到第60，摩西伊真清楚讲出这段的话，伊要帮助咱，佫一遍倒转来讲，恁已经看见我上主安怎对付埃及人，我派恁就像迄个鹰鸟的母亲，将细只鹰鸟派伫伊的室的顶悬。将恁带到这个所在，要归互我。若是恁服从我、守我约，恁就是我的子民。全世界拢属于我，但是只有恁是我的选民，是神圣的国民，是侍奉我的祭司。对以色列百姓来看，上帝将因对埃及带出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继续伊对亚伯拉罕迄个约。就是对上帝来看，伊要选出一群的子民，特别来侍奉伊，来成做祭司，来成做神圣的国民。而且这段话咱毋通袂记住，上帝伊讲：恁是我的百姓，若是恁服从我、守我约，总是伊个清楚讲，全世界拢属于我。兄弟姊妹，今仔虽然上帝拣选咱成做教会。上帝伫早时拣选以色列百姓，成做伊的选民，但是伊无袂记住，这个是为着要互全世界拢伫上帝的掌权的内面，要看出教会也是以色列上帝的选民，因安怎来侍奉，因安怎来成做亲像祭司一般。而且咧讲的是，毋是只有讲出几个人会当成做祭司，伊讲是一个。所有的选民要成做分别出来服侍的一群。咱知影伫过去，咱拢有一句话，特别咱的信仰的中间，特别伫Martin Luther 一开始咧讲这个改教以后，特别咧讲起所有的信徒拢爱成做祭司。所以，亲爱的姊妹，咱今仔日伫教会内面，咱来清楚一项事：你我拢是祭司，我拢称做侍奉的人，就是叫做ministers。当然咱知影伫英语的内面，咱即摆拢伫教会讲这个 minister 是有指牧师，但是你安尼看，就是参与侍奉的人 ，engage ministry 的人，应该叫做 minister。兄弟姊妹，咱有真侪时阵伫咱教会生活的内面。对改教以后，我想一个上大的冲击，就是咱将教会事务，还是咱叫做圣工侍奉的代志，咱分做叫做神职人员，分做平信徒。但是咱拢清楚，上帝呼召你我成做教会，上帝呼召以色列百姓，犹原拢咧讲，就是所有人拢爱成做祭司。是基督的祭司，是王家的祭司，所以鼓励咱、提醒咱来确信这项，所有人拢爱侍奉，伫无共款的积分的内面，咱来侍奉，做伙来实践上帝对咱的呼召。第三，牧师伫遮嘛爱大家提醒的，就是上帝爱咱宣扬伊伟大的作为。咱伫教会内面。咱拢知影，这项代志，咱讲着教会去做教会，
所以咱将所有全部的心志拢放伫要起造咱的教会。咱讲爱传福音无毋对，但是咱嘛感觉传福音但是要安怎做？但是你清楚，彼得伫伊的所在，伊不断咧提醒伊当时的兄弟姊妹讲，人要安怎伫上帝的即个作为的内面，来直接讲出伊奇妙的作为。这是咱熟悉的一个景象，因为咱经常礼拜日去做礼拜的时，这大概是咱坐伫咱下骹的椅仔内面，咱看见头前的讲台。头拄啊有咱同工讲，哎哟这吼，咱安尼翕起来了，尽管应该去摆2盆花，当然咱拢毋望迄头前好看。但是你姊妹，我今日提醒各位，咱爱看的可能毋是头前有几盆花，咱爱看的可能是顶悬去摆字，迄顶悬的字写啥？伊讲着敬畏上帝，然后呢，将荣耀归互伊。兄弟姊妹，这个若是咱信友教会伫这个礼拜的所在提醒咱的。我毋知每遍你去做礼拜的时，你偌济时阵，直接看见迄摆的话，然后思考，伫我的生命内面，我有用偌济时间去敬畏上帝，还是我只有用我家己的方式去做我的事？伫我的行为伫我的生命的中间，虽然我称做我是基督徒，我的生命已经得到更新，耶稣基督保护已经改变我。有偌济时阵，我的生命是真正咧荣耀上帝，还是只不过是互家己得到好处尔？所有不管是政治的人物，是州长，是市长，甚至包括今仔日教会所有的同工，拢咧想一项：当时咱会当结束，会当转去到家己的所在，转去上班的所在，转去我的职场，转去我做礼拜的所在。礼拜日若讲后礼拜，咱毋免搁用这往那的事吼，大家拢咧期待讲牧师当时咱赶紧倒转去。但兄弟姊妹，我提醒咱，经过这遍疫情了后，咱无可能搁倒转去原来的所在啊。咱毋通搁咧想讲像英语讲那 business as usual， 哎哟，都过去都安怎？转去安尼真好，真受落。牧师直接讲意思，毋是讲咱到后边吼，就拢毋免转去咱的敬拜的所在，就逐礼拜拢做即个网络的礼拜都。我意思毋是安尼，但是我咧想一项，上帝这边透过一个新恐慌的经验，互咱知影咱已经进入一个新的世代啊，一个新的侍奉的世代啊，一个新起造教会的世代啊。古早咱认为无组织，要安怎诚做教会？咱讲这耶稣的话嘛，安尼讲，然后2、3个人三甲组织，我就甲恁三甲地地。兄弟姊妹，咱即摆连2、3个人都无法度做组织，上帝敢无伫咱中间吗？咱要敬畏上帝，咱安怎将荣耀归予上帝？足些时阵，咱每礼拜伫遮敬拜时，咱拢是讲礼拜日是诚做。还是敬拜时间是诚做咱上重要侍奉的一段时间，所以咱将咱的信仰的起造，大家拢伫迄个礼拜日的2点钟、3点钟的内面。但长期咧侍奉，我发觉礼拜日发生什么代志足重要，但是礼拜日甲礼拜日中间发生什么代志，我感觉还佫较重要。咱来伫遮聚会。听牧师的分享，看上帝的话，领受圣神对上帝的话，搁一遍以爱咱诚做圣洁，分别出来。分别做圣的意思，毋是讲咱都圣洁就好啊。咱伫教会内面做圣洁，拢圣道，离开教会Sunday worship service 结束了出去，咱拢搁共款。但是礼拜日咱是诚做分别出来。当咱离开教会，当礼拜日的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咱依然是诚做圣。咱知影即英语这个叫做 Sunday service， 咱叫做主日崇拜，咱当作是一个事。但事实上 ，worship 甲 service 虽然是一个事，但是伊是同款的意思。当保罗伫罗马人书12章，伊安尼讲这个心意更新个变化。
伊咧讲的是讲，这个是上帝所喜爱的侍奉，还是敬拜。所以你姊妹，当咱要讲宣扬上帝奇妙作为的时，咱来将这个叫做 Sunday Service， 还是 Sunday Worship Service， 甲变做叫做 Everyday， 逐工的敬拜。然后当你敬拜的时，你唔通袂记住，你要有侍奉。到这时阵，咱搁倒转来想，这嘛牧师今日提醒，伫一个新的世代，一个新的使命，每一个人拢爱有各五一项。若是咱拢是祭司，若是咱拢是侍奉的人，咱今日去做礼拜，咱三甲主会组织的时，咱做这时阵，咱敢若咧想一项啊，今日圣歌队毋知唱了有好无？今日抒琴弹了有好无？啊，今日牧师讲道有好无？啊，咱咧想这，咱敢若袂输讲是别人咧侍奉我。真侪时阵，咱有当时到一个程度，做牧师若顾特别伫咱的教会中间，咱拢差不多知影，爬起来咱就差不多知影，今仔啥人无来，因为伊每遍来拢坐共款的位，我要搁拄着迄落，啊来做礼拜时吼，伊别人坐着的位，迄个新来的嘛，毋知迄个位是伊咧坐，啊然后伊就去坐着伊来时甲讲，啊你刷较过，哎姊妹，我毋知影这是毋是伫咱的信仰的内面，认为讲，这个是我。敬拜是敢若为着我，一个新的世代，我相信咱爱开始想象的，是咱爱将咱的焦点，将宣扬上帝作为的内面，毋是敢若放伫礼拜日，咱伫遐唱歌、学老主尔定，将主义的崇拜刷到伫每工的侍奉的中间。我就是相信，这边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无法度组织，但是咱继续咧组织，咱透过网络，透过在科技，咱较济，毋是敢若伫礼拜日有法度聚会，每一工咱拢有法度。所以敬拜毋是敢若礼拜日，敬拜是啥物时阵拢会当。我相信今仔日咱有将即个敬拜给录起来。今仔无参与的人，伊伫明仔载，伊伫过一礼拜以后，伫台湾，伫全世界，大家拢知影，即个信仰团体今仔日安怎做伙来组织。所以提醒咱。宣扬上帝迄个作为，毋是敢若伫礼拜日的中间，是伫每工，但是重要是透过咱的侍奉。2020年时，我讲新的世代甲新的使命，总是教会长期来拢是甲耶稣基督所讲的，咱叫做大使命，也是上帝所期待是拄啊好相反。咱拢讲吼，咱就爱来礼拜堂，咱拢讲来啦，咱较少讲去。但对耶稣基督来看，对上帝来看，伊拢叫咱是爱出去，爱离开，爱分散。但是咱今仔日伫前的世代内面，咱讲咱就来组织，啊，大家足欢喜，啊，这是咱的教会。兄弟姊妹，是新的世代，咱拢会知影，这个上帝伊调咱出黑暗来入伊灿烂的光明。伫咱的生命的内面，咱有体会无？我想咱有。咱有经验无？我想拢有。咱要怎将这的事，将咱生命的体验，将上帝伫这个教会、伫这个信仰的团体，伊都会所做，伊的带领，咱出去分享。咱知影几本的圣经，随上拢咧讲起上帝伊的作为、伊的使命、伊的差遣。今日我相信咱嘛需要伫新的世代，咱要讲宣扬上帝奇妙的作为的时，咱来去想的。我上爱一段话伫旧约内面，大概是咧讲起上帝安怎甲亚伯拉罕三甲立约。这立约是包括伊的差遣，亲像头拄啊，咱读出来记记一样。上帝对以色列百姓要立约以前，嘛是甲因讲一项，就是你乃分别出来，成做神的国度，成做万民的祭司。创世纪第12章的第1节到第3节。上帝对当时的亚伯拉罕，后面伊的名叫做亚伯拉罕，讲你得离开你的故乡、你的亲族，甲你老爸的家，去我要所指示你的所在。我要互你足济的子孙，你要成做大国，我要赐予你，要互你有大名望。安尼人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祝福你的，我要赐予伊；救助你的，我要救助伊；我要借着你赐福互万民。亲爱的姊妹，这个约对亚伯拉罕的约，今仔日有完，是伫咱
亲像阿伯拉罕子孙的人，即群的叫做教会，各共款。上帝伊爱咱的人，是爱咱出去。上帝爱咱出去，伊要指示咱的所在，要互咱伫遐真做受祝福的。但是即个祝福，毋是要互咱祝福欢喜就好，即个祝福是要互咱借着安尼去祝福万民。咱对台湾移民来到伫即个所在，我相信咱有经历信仰的路程。上帝今仔日互咱伫北美，伫即个受祝福的国度，我相信咱嘛受足侪祝福。咱毋通袂记住，上帝的祝福伊的约定是爱咱透过伊互咱的祝福去祝福万百姓，毋通将祝福当作是咱应该有的。甚至有真侪人今仔日伫信仰的中间，伫教会内面，还搁咧想讲，哇，今仔日上帝祝福，上好祝福伫阮兜，上好祝福伫今仔即个教会。上帝爱咱，今仔有受遮尔济祝福，将遮个去甲别人分享，真做因的祝福。伫即个疫情的中间，我相信咱拢讲咱秘伫厝里，咱无法度出去，因为咱都真惊种话着，去感染着。伫即个无法度通出去的时，咱会当做啥物？甚至当咱伫疫情搁较无遐严重的时，咱开始会当出去的时，咱会当做啥物？对台湾来的人，我相信咱最近拢熟悉即句的话，叫做台湾 can help。互阮就足欢喜，感谢上帝！哇，今仔台湾哦，因为这疫情吼，咱台湾安尼这知名度，30-40年以前哦，国家用较济，咱伫北美安尼武甲要死吼，都较输一遍。这边用钱的，大家嘛吼，台湾 can help， 咱就欢喜甲，足骄傲。现在我要问咱的一项，那今仔台湾 can help， 咱伫北美的台湾人教会要 help 啥物？这个物件提醒咱。今仔日上帝爱咱，诚做伊的教会，诚做一群受竞选、受呼召、分别出来一群，咱会当安怎帮忙？常常我咧想，今仔大家拢咧烦恼，会当较有较济，而且保护家己的物件的时，咱即摆也知影台湾有诚做全世界第2个所在，当做上济即个 mask 的所在。甚至咱今仔日嘛有真侪人遮买无吼，对台湾寄来，遮也无吼，即个文教中心吼，嘛会当去做即个去登记，会当摕着。我毋知咱会当想即项事哦，就是每遍咱若出去的时，咱若有即个 mask， 加炸2个啊。然后你去到伫迄个supermarket 咧排队的时，有人要入去伊就无啊。你是毋是会当将你的一个 mask， 然后摕互伊？你讲我将这个 mask 送互你，希望你会当得到保守，我祝福你。但是姊妹，咱捌想到这个事无？上帝呼召咱，毋是干那只有去做咱叫做家己的教会。上帝爱咱的是，咱受祝福，要诚做人的祝福。我相信，咱拢会当知影，咱伫这个所在。咱伫遮会当帮忙，咱这个帮忙毋是出自咱的好心，咱这个帮忙是因为清楚上帝拣选咱、呼召咱，爱咱诚做祭司、诚做侍奉的人。上帝呼召咱，毋是只有爱咱伫礼拜日去到伫礼拜堂的所在，伫遐来学乐敬拜。上帝爱咱出去，去到迄个伊会当指示咱的所在。伊要祝福咱，然后咱会当祝福即群的人。新约教会，我相信是上帝祝福的一个教会。也伫即边的疫情的内面，足特别的情形就是，即我相信是所有的教会成长的人，我相信无人捌拄到即款叫做牧师的就任的时然后咱就袂当做伙咱吼。李牧师甲我讲，我讲无，甚至要演一个，伊讲毋通啊，就咱嘛会当安尼做，我感觉这真好。所以阮咧分享的是讲，这就任，这毋得爱隔空就任，有影。但是姊妹，虽然是叫做咱无做伙，
头拄啊，伫出来及有一句话，有说过提醒，伊讲全世界拢属伫我，不管咱到什么所在，上帝透过伊的灵，上帝的掌权，伊无受空间、时间的限制。今咱主接的时，咱要为着李仁和牧师伫遮来就任伫监管基督信友教会时，搁一遍提醒咱亲爱兄弟姊妹，上帝呼召咱是正做耶稣基督的教会，要来彰显上帝和世间人这个新的画面，互咱会当伫教会来展现一个罪得到赦免，这个对德会当更好，这个中间的围墙会当来甲拆破，咱要建立一个新的生命团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咱受呼召是要来宣扬救恩的好消息。咱的救恩的好消息，毋是干那要宣扬讲，啊，你来信耶稣，啊，你就无病，啊，无痛痛，哦，啊，安怎，是要宣扬上帝作为这个救恩。伫人的生命中间，咱要成就福音的应允。等咱伫世界，咱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疼。咱受召，是要伫一切的事工的内面，咱只有倚靠上帝。甚至咱到一个程度，咱可能因为侍奉，咱要失去咱的生命，咱需要冒险。但是即卖上帝互咱的呼召，毋是咱讲咱求方便啦，咱有法度做啦，咱才来。上帝既然互咱即款的呼召，有当时咱因为咱无方便去成就别人生命的改变。伫咱咧信靠咱咧掠着上帝伫即个世代的作为的时，咱搁一遍更新咱对耶稣基督的顺服伊对咱的呼召，会当伫咱的侍奉的内面，咱有知影上帝伊的带领。咱在教会侍奉，头拄咱知影叫做信徒解祭司，所以侍奉毋是干那牧师，侍奉是牧师。兄弟姊妹做伙三甲共同来分担，所以咱会当实践耶稣基督伊互咱的使命。但是咱嘛清楚，牧师是特别受呼召来担当伫上帝话、伫圣礼事工，透过安尼会当正确来宣扬上帝的话，带领教会来领受即个圣礼。所以伫遮，咱要来就任即个。牧者总是我以往共款，这是一个誓约。但是今仔的誓约毋是干那牧师的誓约，咱较今仔兄弟姊妹，咱嘛有咱的誓约。所以我要先来问李牧师，李牧师强调呼召你来担任监管基督信友教的牧师，你得清楚你家己的身份，甲你所相信，你也得明白你所交托的职分。所以我有5个问题要来问李牧师，请牧师来回答。你有相信耶稣基督是你拯救的，也承认伊是万有的主，甲教会头，佮通过伊来信靠父子圣神三位一体上帝无？李牧师，你爱甲你的麦拍开。也开啊，这时阵大家爱开啊。我有好。第2个问题，这时阵大家爱。你有接受经过圣神所启示、旧约甲新约的圣经，是普世教会用伫见证耶稣基督特别佮有权柄的话语，还是上帝赏赐你的圣言无？有。你有愿意成做一个忠心的牧者，追求用气力、智慧、想象力甲疼心来服侍主、牧养上帝教会无？有。你有愿意伫服侍中间，甲同工正做朋友，做伙服从上帝，透过圣经甲圣神来引带？有。你有愿意伫一生的中间，尽力跟对主耶稣基督，听你的厝边，努力伫世界和平，促进教会的平安、合一甲纯洁无？有。我爱信友教会的兄弟，恁也有缘来回应恁的誓约。第1个问题是，
甘愿信有基督教会兄弟姊妹，你有接纳上帝所选调的理人和牧师，可以用耶稣基督的真道来引带你无？哦，我有听到足侪有，因为大家时间拢无共。啊，第二，恁有愿意鼓励伊尊重伊的决定，也服从伊的指导，来服在教会为伊的头，耶稣基督无？恁有愿意领受伊分享的真道，接受伊的关怀，并且伫伊尽力顺探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尊重伊伫圣工顶悬的权柄无？愿意。咱三甲做伙来祈祷。恩典的上帝，阮恳求你，将你的圣神灌压伫你的教会，互你的百姓会当伫基督的听的内面结连做伙侍奉。伫这个新的世代，互阮用喜乐甲信息来侍奉你，直到一切万物拢得到更新。互阮所宣扬的话是你的真理，互阮伫世界对世界的怜悯表明你伫基督，阮伫基督的听。互阮教会牧者甲基督的门徒会当伫圣洁、和平甲喜乐的内面合做一个。恩典的上帝，接纳阮伫耶稣基督内面所有的侍奉，用你圣神的气力来坚固阮。听阮的祈祷，用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理人和牧师，当你受设立担任监管基督信友教会牧师的职分，你爱忠心真诚来侍奉，也愿你的性命见证迄个受定对死过活咱的主耶稣基督。上尾我只有用这段的话，就是当彼得伊写批互散居伫逐所在教会兄弟姊妹时，这是伊结束啊，这是伊一个祝福。伊讲赐一切恩典的上帝，就是通过基督来呼召恁进入永远荣光的迄位。恁暂时受苦以后，一定会亲心甲恁重新建立，使恁开力，互恁坚固徛在。愿权能会当愿权能归乎伊，直到永远。阿门。愿上帝伫伊的教会得到荣耀，就亲像咱伫礼拜堂所挂迄个牌匾共款，敬畏上帝，荣耀咱的天父上帝。阿门。感谢所为地牧师今仔日所带予咱的信息，咱做伙来回应上帝的话。咱来吟诗，来吟圣诗331首。我做基督兵丁，圣诗331首。我做基督兵丁。咱来吟圣诗331首。李牧师要PowerPoint 要不要出来？第331首，我做基督兵丁。
我这是要来介绍咱的新任的牧师李建的牧师。李建的牧师，我伫8年前第一摆见到台面熟悉。伫8年前，伊迄阵就发喙手。咱的新约教会，咱大部分的会友看起来拢比伊较少年，但是咱的年岁拢比伊加足侪。李牧师对11月开始来甲咱教会，已经负任已经有6个月时间。我想到这半冬的时间，咱正会友已经对李牧师娘因已经有真大的认捌。但是我搁来讲一摆，李前的牧师，伊对上帝有领受一的恩赐，上帝有可以有这音乐的恩赐，就是伊会当弹几啊种的乐器。上帝可以恩赐，也可以真够画图。也是一个 handyman， 咱教会修理电火、订东订西，伊拢会使。我今日来向大家分享是，李前的牧师，伊伫高中时代，伊也是一个拍橄榄球的选手，伊中英中学的橄榄球校队。感谢这个橄榄球运动是真适合李前的牧师，因为球踢着伊就向头前一直冲。咱的教会代志伊安尼乒乓球吼，乒乓球安尼就是一直做。但是感谢橄榄球。这个运动是，你要甲这个球，唔是牵去头前，你要甲伊牵这个球传去到你的边啊，也是你后壁的人，才会当继续向前冲。我想咱的教会会议嘛是安尼，咱走哩对哩李前的牧师的后壁走，但是要时常要准备，伊要甲这个球等互人，咱来接到这个球先，继续来向头前来跑走。李前的牧师伊。太太是叫做李涵孝，伊嘛是姓李，伊嘛是得到上帝给予恩赐，伊有音乐、弹琴，也是声乐，拢真大，做真好的工。伊是个牧师，伊有2个后生，伊是上生啊，因已经大学毕业，进入了 graduate school。你有一个查某囝，叫做 Cindy， 伊即摆是帕萨迪纳的艺术学院，伊也来开里亚的 undergrad， 也来读册。李前的牧师伫台湾，伊是伫台北新南医毕业，台湾新南医毕业了，然后伫台南新南医来摕到伊的 PhD 博士学位。伫台湾电脑教育牧会一段时间了后，然后来到美国，有一段时间伫美国的信义会牧会，然后来到电脑教会，是伫洛杉矶Olympic 的电脑教会里侍奉里有5年久的时间。咱今日真欢喜，咱李前的牧师娘会到咱的中间，我想咱大家即摆用头部来欢迎伊。下骹咱来请新约教会甲甘关长老教会，咱伫去年11月初10，咱2间教会迄阵有举办联合培灵会，迄时的礼拜日，杨景祥牧师主持礼拜，咱2间教会的圣歌队联合伫遐来献诗，迄阵献诗的叫做主，我献专心予你，请就是咱做伙来学乐。我
面有咱伫台湾嘉义中会主那教会曾信义牧师，伊要祝福咱的几句祝福的话。主来敬听的李牧师，以及信友教会正东港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台湾水南教会的信任牧师。真歹势，伫即摆疫情的中间，无法度亲身到伫恁兄甲正兄弟姊妹三个斗欢喜，伫即个真重要的日子中间。我想今仔日对信友教会甲李牧师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利益的日子。因为上帝赏赐信友教会遮尔好的者，也的确就亲像圣经耶利米书第3章15节内面所讲的：我要将下我心意的牧者赏赐恁，伊要用财物甲智慧养饲恁。恭喜恁，遮尔好的牧者，的确会通伫上帝的话语甲福音的行动顶面，好让恁看见上帝国上水的实现。过来又要恭喜李牧师，你有遮尔好的教会，甲遮尔水的同工，的确伫未来道路顶面，通过恁同心合意，做伙为主做见证的行动，去甲真侪毋捌上帝的人，因性命上水的祝福。好一摆，献上阮心中大大的祝福，愿上帝祝福恁平安。咱即摆就近礼拜，然后得到这教会因为关心咱的教会，因为听咱的教会，因为互咱的这好事，咱这是咱家己看。这是请李牧师来向咱讲话。要感谢上帝保守啦，吼，也特别是感谢这第一线这的防疫的人员，无论是医护，还是这侪提供人基本需要这工作者，因为恁的付出，今仔日阮才会当真平安组织做伙这个所在。当然今仔日嘛要感谢所有咱伫现场，或者是看直播。也是逐所在为着阮祈祷的兄弟姊妹，互阮今仔日的就任的礼拜会当真顺遂吼。也要感谢咱甘关信友教会兄弟的接纳，我会当甲因做伙来遮敬拜，来思考上帝互教会的呼召，并且要安怎来用实际行动回应上帝的呼召。甲兄弟姊妹来度过即届真艰难的时期。阮捌思考过，是毋是要延期到疫情过去了，才来举办即个就任的礼拜。真侪听同阮的兄弟拢讲真可惜，袂当参加吼。但是阮嘛感觉真可惜啦吼。但是伫咧思考中间。阮咧想讲，就任礼拜到底较重要是就任，或者是礼拜。既然就任礼拜的重点是伫礼拜，那安尼咱已经进行5礼拜的主日礼拜，加一个就任誓约，应该嘛是上帝的旨意吼。所以，阮就亲像苏牧师拄则提醒的，阮就安尼来进行网络的就任礼拜。当阮决定维持这个原来时间
改即个方式敬拜上帝的心不变，嘛感受到侪侪兄弟姊妹对阮的祝福甲祈祷。咱拢知影，全世界防疫上成功的就是台湾。大家拢讲，因为是伫提早准备啦中文讲超前部署啦咱加上有真侪的国家队，有真侪的人做伙同工。伫即场的疫情对咱一般的教会来讲，咱真困难提早准备。特别是对咱遮台美教会，也是讲伫移民的教会中间，咱有侪侪长辈对现代科技真兴奋，真伫使用顶悬有困难。但是我真正要感谢上帝，借着即届机会，亲像拄则苏牧师的提醒，咱会当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教会甲宣教。上帝为着咱提早准备互咱有愿意学习的心，互咱有愿意试看卖的心，特别是互咱有愿意做伙敬拜上帝的心。我感觉这是咱真重要的一个部分。阮真注重迄个彼此中间的互动，所以阮透过这个互动的软体，阮重点放伫彼此请安、彼此分享、彼此代祷。虽然咱无法度实际见面，依然会当透过即种咱讲 interactive 即种软体，伫即个所在伫遐有互动。其实，阮足努力伫上帝的时间来帮助兄弟姊妹，咱的长辈去 set up， 也是学习要怎使用，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安尼来卡，来用嘛是逐个礼拜拢会出现无共款的新的问题，但是因为大家的愿意，所以阮一摆搁一摆进步。阮也透过安尼，通好彼此来交谈、请安、分享、代祷。虽然无法度真 physically 伫礼拜堂的见面，但是伫彼此的伫主的厅内底，安尼互相的请安甲代祷，带来无比的平安伫阮的中间。所以，这个无法度实际见面，用安尼的科技来突破，做伙来同心祈祷这是阮即马做的代志啦阮的教会其实真有意愿来服侍即个周边的毋是台美人的族群，比如讲咱讲Latinos Spanish speaker 遮的人，阮嘛愿意讲来服侍一寡Mandarin speaker 的人。但是，即届的疫情，互咱搁重新思考，干那这个时间会通做尔吗？是毋是咱搁有其他的角度会通来回应上帝呼召？所以我相信上帝借着即届的困难，互咱另外一个新的方向。其实咱来看教会历史，教会一再的扩展，拢是拄着困难的时阵，有搁较大的发展这是上帝互咱特别的旨意现代科技会当帮助咱安怎来敬拜上帝，嘛会当互咱来思考要安怎来做咱宣教的工具。我想伫即届中间咱学习的咱感谢上帝，互咱即届机会求主帮助咱会通来善用即届灾难中间所得到的启示甲恩典当然伫真济网络拢会当找到足好的即个礼拜的咱讲网络礼拜因有足好的 performance， 但是迄毋是咱要爱的物件。咱要爱的是一个会通彼此有交陪，会通彼此伫遐分享，会通彼此伫遐代祷的一个方式。所以咱依然家己来举行。最后。愿慈悲的上帝继续带领咱，看顾咱，保守咱每一位。也愿上帝多多赐福遐个为着咱牺牲服侍的人，将今仔日下礼拜一切的荣耀拢归予咱
搁敬拜敬听的上帝。入面咱要奉献，虽然咱袂当伫礼拜堂来奉献，但是我想咱即时间，咱将咱的奉献来放伫咱的地下内底，检菜顶后较迄日，咱倒到的时阵，咱来做咱的大大的感谢的奉献。检菜恁后尾寄来将你的奉献寄来教会，嘛是欢迎你会当来将你奉献寄到教会，还是寄到老主的住所。咱即时来念奉献诗圣诗306首。即是来请周景实牧师做咱的感谢的祈祷。圣神的保惠师，我满心欢喜来学罗你，感谢你的恩典，予阮伫武汉的疫情中有机会兄弟姊妹过来三角聚集来敬拜你。你对阮的保守平安，予阮伫遮大大的学罗你以外，阮要来尊崇你。伫这个疫情中，阮搁一遍来提醒，阮每一个人的性命，拢是伫你的手中。阮一切所有的金钱，不管是财物还是财情，拢是你想事。阮不过是一个管理者而已。今仔日，阮将一生当作活祭，甲金钱，甲应当归乎你的，献伫这个祭坛的面前，献互你。这个时阵，阮嘛是要为着李仁和牧师的就任来献上感谢。李牧师顺坦，主你予伊呼调的旨意，来到阮的中间，带领阮这群羊群。主啊，求你搁特别来赐伊有为顶头来的信息，有加力专一的心智，有必得的毋惊失败，保罗的教导。甲宣告的热心，甲使徒约翰的疼心甲耐心，过来带领这个教会来向前行新的世代，甲新的使命，来得到主你的荣耀。这个当时，我嘛要为着阮主内的兄弟姊妹，因过去无惊艰难，无放弃，顺坦主你的旨意，搁一遍，搁行出因的信心，因要将因所学习的，为约书亚记安怎踏入约旦河，迄个踏入迄步，主求你搁信。使伊，互阮有足大的信心，来顺坦主的旨意，来含配合李牧师来行头前的路站。主，阮伫这段的面前，将这金钱，甲李牧师顺坦主的呼召。
甲兄弟姊妹会同心配合合一，要荣耀主，要来将主的名声传扬的心志。主求你来接受阮伫你这段面前的献上。主，阮感谢你，也求你祝福。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阿门。下骹咱要有欢迎、感谢个报告。第先，我来感谢咱的阿爸爸上帝，伫牧师来讲，阿爸爸上帝，伊是一个真奇妙的上帝。咱教会3年前一摆礼拜日同工会，迄摆同工会，大家同工拢是共同共识，讲明咱要来结束新约教会的聚会。但是上帝，伊是信实的，伊用伊奇妙作为，伊要互咱讲，咱根本都无迄个机会去想讲要安怎关教会，因为礼拜日同工会了，隔日礼拜一，我有得到前甘关长老教会牧师柯平的牧师敲电话来关心咱的教会，我甲称做是上帝叫伊来甲咱讲话。无偌久了，咱有一位对台北教会正道神学院的神学生王基文甲伊的家庭，因来参与咱的教会。因是因家己来咱找来咱的教会，毋是咱去找因来咱家的教会。而这个代志，我感觉这是上帝找因来到咱的教会。接续了，有周景信牧师伫咱的教会参与咱的教会的事工，常常甲咱讲，毋通放弃，坚持。我想，我确信做这是上帝的感动伊来到咱的教会。然后一当半前，嘉义伫婚姻馆水南教会曾信的牧师，我对毋捌伊，还咪无熟悉，会当甲伊来甲咱的教会主持咱的婚庆会，佫会当伫洛杉矶这个所在，含我甲含教会几个兄弟姊妹伫遐，差不多生活差不多1个月时间。水南教会是咱10年前的水南教会是咱教会的对照。我想水南教会即摆是咱教会应该学习的模样。我甲称作这个曾牧师会当来咱教会是上帝掠伊来到咱的教会。然后伫咱去年6月的时阵 ，TPC 夏令会张景祥牧师来到咱中间。所咱传互咱信息了后，佮甲咱鼓励，伫遐得着讲祈祷，听圣神的讲话。我想，佮称做这圣神带伊来到咱中间。我讲这几个这团队这来到咱中间时阵，我想这拢是上帝陪伴伊来到咱中间，毋是咱去找。咱拢毋免开什么费用，咱拢免培养什么精神，自然而然因着来到咱中间的帮助咱。但是咱对曾牧师、对周景的牧师得到信息，约书亚带以色列百姓了落去，经过这约旦河的时阵，咱有迄个勇气，所以咱同工会决定好向李清的牧师下挑战书。邀请伊来接受这个挑战，感谢主，伊伫真短时间，伊甲伊的负责人太太2个人
真欢喜来接受这个挑战。而且，咱来用这感谢，现主这是天父上帝替咱准备的，愿一切荣光，咱会当归伫咱的阿爸嘅上帝。第二项我的感谢就是，你能教会对以前陈牧师、王牧牧师离任了后，甲即摆差不多经过差不多将近得要10年久的时间，咱教会无专业牧者来带领这个教会。而这段时间，咱有得到这个牧者来帮忙咱，我袂当一一来提起因的名，但是有四位牧者，因为真固定伫咱教会，来带领咱教会，就是杨东川牧师、李朴芳牧师，甲前 Tustin 长老教会黄立书牧师，甲大学教会的总会的林文人团队，特别是第团队，伊真关心咱的教会，定来帮助咱的教会，而且咱来感谢因，而且最后一项，我爱感谢的是，咱的教会，去年9月时阵，咱会员大会同牧师的监选，全部的会员一致通过，要欢喜来理任的牧师来到咱中间，带领咱的教会，而且咱将一切荣耀拢归予主，那感谢主。我这是来报告欢迎，第一，我来欢迎多谢苏慧体牧师今仔来甲主持咱的礼拜，佮推荐咱今仔日的这个主任的礼拜，而且向伊谢谢。第二位就是丁启信牧师，对恒恒移民坐飞机，就会当来到咱中间，会当来参加咱的礼拜。张景祥牧师，伊真关心咱的牧师，真关心咱的教会伊，深信伊也听为着咱的祈祷。今仔日也感谢今仔日参加咱的教会聚会，无论是咱即摆伫这 meeting room， 还是检测有别个 platform 伫迄个 YouTube， 伊和咱做伙参加的，而且阮真欢迎恁，希望恁以后有机会会当来参加咱教会的聚会。安尼，我了我短短报告，想报告是今仔日咱的奉献，咱有东江会有决定，今仔日咱有得到一教会，因为听咱的教会有为咱教会这个喜事伊来奉献，那么咱教会东江会想讲，伫这个疫情的时阵，咱真有平安，咱有当得到。有牧师哩引带咱可会当逐礼拜，可会当来礼拜，咱已经无欠缺，所以咱应该就将这社礼，咱要来做好个路用，所以决定要将这个今仔日这个社礼，要来献给 TBC 的生活团来做因要 import 的经费，因为阮知因检测因也需要这个经费，安尼安尼爱甲大家抱歉就是照惯例牧师荒漠的时阵，逐间教会了拢有办桌，但是咱今仔日无法度当办桌请人客，所以检测以后才找机会发个补请，安尼好，安尼咱这是来吟上吟的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圣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
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那愿主的圣神甲咱三甲伫地，愿主的光照咱，互咱咧面对这段的疫情的时阵，有主的恩典看顾，甲咱每一个三甲伫地。愿主的平安甲咱伫地，守住咱喜乐，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免要走进前，要请咱等下吼，佮留咧turn on 咱的 audio 甲 video， 咱伫这个尾后的时阵会当互相有一个 fellowship 的时间吼。咱甘关长老教会原来有要献一首诗，伫这中间，我播送给大家，伫这会后的祝福。Okay, please turn on the audio and the video, and then we can chat together. 啊，你看，牙签的 baby， 哈哈，可爱。有了。平安平安平安，大家平安。家中意新教会，可爱哦。上帝祝福你。好，多谢这个苏牧师、张牧师、甲周牧师吼，恁今仔日来同工，得到真大祝福。阮迄个
太平洋中会的迄个state clerk 吼，已经成立几期啊？伊参加到上落尾啊吼，足得了伊就成立几期。这本就有啦。平安。浩林，咱要一个介绍 ，David 你要介绍无？即摆看无，我敢若你会当甲迄个。你会当顶悬有一个九宫格吼，拢甲拍开吼，无够大的时边仔佫有迄个通好开的吼。9宫格。等一下吼，我先个，安尼我知影问题伫倒。来，我先甲即个PowerPoint弄掉，安尼咱就当看着啊。来，PowerPoint 部分就播出来。来。安尼有看着对。好，来。安尼无先介绍阮兜的啦。阮兜的下手。太暗了。哦，有看到无？那个神学生。哦，Peter 举手，大汉的 ，Andy， 第二个 Cindy， 阮兜的。好来，文化兄，文化社，好来。我对我荧幕来看啦吼，齐恩甲雅健，拄则 David 有讲到吼，上帝带领因来吼。吴牧师娘，请下手一下。吴牧师娘，请下手。有听的啦。有啊，有啊，这边按到4个。好，雅慧、方明。无方明啦，看到雅慧。方明在主办。建议兄甲伊丽姐。建议兄伊丽姐，来，伫纽约的张牧师。即个洛杉矶的拿张了娘，请下手。迄个David，伊基，迄个老婆孙娘。伫遮嘿。来，金平平。这是他手的。周牧师、牧师娘。他可以看到了，可以的。江关长了教会江长了。来，王牧师娘。多谢张牧师、苏牧师平安。平安，王牧师娘。足久无看到。王牧师娘，足久无看到你。苏牧师。Tina 呢 ？Tina 在哪里？有看到没有看到人？没有看到人。阿素兄甲惠娜姐，下手。个江关长了教会长了 Alan。平安，Janice。嗨。你看到手哈？洛杉矶的这个是我吗 ？Sam 甲 Sally 哈，接触甲接触娘。Hello， 平安。Ann。Ann 的手，来，苏牧师伫下骹。来，江关长了教会吴长了甲吴文杰。Hello， 恭喜！多谢。佫有一个人咧connect个 audio， 是啥物人？看卖啊，看伊是。来 ，Tina 下手一个。是。大概是安尼。可以了。牧师，你无介绍到周牧师？有啊，人我有呢。有啊，人有会手呢。牧师要歹势啊，我。你无认真啊？我无认真。你甲开全荧幕啦。开全幕啦，开这个呀。你要开全荧幕哈，才会把所有的人都进来。晴晴，你到位？晴晴的挂卡都你掏钱了？对啊，晴晴。晴晴啊，你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是这样。嗨 ，Hello， 晴晴。晴晴的妹妹叫什么名字？她叫晴妹。晴妹，好可爱哦。
以心叫完了吗？金光头，他跟晴晴好像哦，没有啦，小晴晴。一天在看卡通。啊，晴晴在看卡通，我们看到电视。哦，对，他在看卡通。好可这个是我的先离开，我暗时还有一堂，所以我先走，甲大家恭喜。OK。哦，多谢张老师。老师谢谢。哎，好，平安。平安。25个人了。拄则阁有一个洛杉矶的青年吼，一个姊妹，但是即摆无看到伊，伊咧练的款练袂起来，是毋是？这个无头毛。你来了，你爸爸谢谢。这把这个还大大家好无啊？差不多啦。听讲要继续关到5月底去安尼。哦。25了，刚才25了。24个荧幕啊，你说这是3个人嘛？对啊。多谢感官教会吼，啊对阮的关心甲支持啊，送阮这个诗歌的祝福安尼吼。哎呀，啊，阮原来有真欢喜参与的 TPC 献乐团的这个音谱啦吼。啊，这开启哦，迄个Naomi嘛吼。啊，写献乐团音谱吗？是，啊，你写 TPC， 多谢你。好。哎。会使问一句沙牧师无？沙牧师。哦，是。呀，迄落顶面我含你当着的时阵，是伫迄个去探访郭牧师啊。是。妈妈，不过嘛，我有看到。哦，是啊，迄阵啊，我住伫 Bray 啊，了我整理的机会，对啊，就去这个 Louisville Kentucky，伫啊美国长老教会总会在咧帮助这个亚洲人的在主工，哎，啊伊我半月是。目前原来是伫，还阁伫肯塔基迄边了。伫遐事，不过因为即马即疫情的关系，所以我转来伫南加州。因为 office 嘛拢关起来，所以呀，所以有即个机会呀，会当甲大家大家分享，也恭喜有影上帝祝福咱的教会伫即个疫情的内面，咱还阁有法度。做伙侍奉我感觉这个是真特别的经验，我甲李牧师有这机会做伙同工，感谢你的参与，谢谢。应该多谢。有啥物要带倒的无？大家拢点哦。遮带甲我上近的吼，就是乌长老甲南长老因夫妇啦。迄个 physical distance 上近啦吼。是。但是我嘛是 keep distance 啦。对啊。可能会使行过门口。这已经是一般教授讲讲话啦。因为囡仔细汉的事啦，所以教做是囡仔咯。就像我逐礼拜拢会问，今仔中昼要食啥？食龙虾哦，食龙虾。今仔要去食肉包吗？食龙虾。哦，食龙虾哦。文华兄，你传落好，我就来啊。OK， 马上好，我来去你啊。你今日在 BBQ 哦？会使啊。我已经第一等。系。你知影啥物叫龙虾无？知。video 关掉 ，audio 关起来，就看不见又听不到了。对啊。
我后壁就会使 barbecue 啊。我今日出来伫外口咧野外礼拜啊。哦，好。杰尼斯嘛伫外口。人杰尼斯嘛伫迄落野外礼拜呢。野外礼拜。空气比较好。空气比较好哈，对，才不会传染。啊，慧娜，你无带恁小 baby 出来甲夜景？对啊。困，一个。今摆咧困。我就咧困，也咧困啊。我拿丢了。拿丢了。拿丢了吼，丢了牛当时刚刚去台湾来当时。丢了牛对嘿，来，我甲你按钮来。嘿，丢了牛都对台湾转来差2礼拜啊吼。要1个月啊啦。你要1个月啊？哦 ，OK。哎，毋捌看过啊。无啦，头一摆。拿丢了较做侪摆。安尼吼。感谢，我刚才你无问题啫。没啦，你袂去，你都我遐说甲你讲到会嘛。台湾啊，我是讲台湾。台湾讲到会。对啊，新兴。你有2台呢。到位。迄个，主席，你今日代无预备哈？哎，主席，今天没有预备。预备啊，去困大备啊。预备无效啦吼。无啦，今日也挡袂掉吼，两个。没有，你就上来互我，我走好行就到啊嘛，足简单的嘛。文华兄，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迄个信邀结束吼，啊你带足紧的呢。安尼哦。你若有啥问题，嘛当请伊甲你帮忙啊。多一个信邀对迄对夫妇。迄个嘿，夏莲花，Sally。哦。我头一摆去奥林匹克迄间长老教会时，伊还袂出世。嘛，你莫去讲迄古早的代志啊啦。无啦，系啦，这讲的这较有价值。我讲我头一摆去的是，伊迄阵伊还袂出世，哦，这足重要的代志。安尼吼，哎呀，伊嘛住伫Montreal Park啦。哦。对啦，我伫咧附近啊，尔。对。唔知啦，我真真欢喜，咱们参与啊，大家即个特别李牧师的就任，啊，我后边有较侪机会，甲大家大家做，我可能爱先离开，所以呀，平安，较欢喜看到你，谢祝福恁平安，平安，拜拜。我得个电话。是吧？这个应该是迄个咱什么人会听说？来，David 要讲话。你拢是牧师。David 要讲啥是？你请食饭啊？牧师拢较早离开啦，因可能要去食饭的款。哦，要12点啊吼，就牧师那边呢。阮尽量食2顿啦。你阿哥就是较早咱伫大理研究熟悉迄个。你讲头多迄个证对啦，迄个因牧师。那就好咱出来。今年啊，会是。这个无，我来无提这样。哦，伊你这个去无用啊呢？有。啊，莫插伤过土豆呢，即马摕袂着。对啊，我拢无啊，拢无啊。拢无土豆啊呢。啥物人爱再来哦？再来睇哦。请你上来敢唔好？你上来，我请你食饭。你关起来。
平安，咱是安尼。我无孙女。平安，大家平安。平安。你有穿内衫哦？我代表我叫是你甲他穿外衫尔。你会使徛起来，我看你有真酷。你大概拢爱管人有穿裤还是无穿？对啊，我坐遐，我都唔知我有穿裤无穿。啊，你有穿无？唔知咧。以前医院看连咪要落水啊！你看看嘛，你是不是穿衬拖啊？我穿衬拖啊。我靠啊！我无见啊，我无见。哎，我遮快。哎，文华兄，你真正唔敢互看，你无穿吼？无啦。你下单迄个 video 无去安尼？你啦，我无 low battery 啦。哦，我想讲你赶紧关起来，当变龙虾。我啦，即摆甲他剩声尔，无影啦。我刷了确定内面都无，连影嘛声嘛无啊。啊，真正龙虾了哦。对啦，龙虾对。虾了。要虾啦。你啦，什么人来家来吼，我绝对请你食龙虾。哦，安尼吼，好。开始，先甲你，我无电啦吼，先甲你拜拜。拜拜。平安，哎。做保修咱，咱即摆需要做保修。你真正欠电？对，我欠电，无唔对，我欠电。差不多啊。对啊。OK。拜。拜。哦，大家多谢。拜平安。 See you next week. OK。Friday。老师，拜。大家。恭喜老师，谢谢大家。谢谢。拜拜。你们多谢。容易。拜。拜拜，阿伦，谢谢。拜拜。信尧。拜拜。真美，谢谢。老师，拜拜。拜。拜。哎，拿定了，拜拜。拜拜。好了。